冇 ，yes，有冇搞錯？LWB 巴士和城巴機場快線你功課係錯咗。老師好惡。Lunchtime. Okay. Few hours later. 我準備畀你功課。What? 問號。老師畀我 A。點解啊？準備放學。耶。